听12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加拉太书第3章，活出圣灵引领的自由人。在罗马书8章1到2节，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说，如今那些活在基督耶稣生命里的人，就不被定罪，因为圣灵的法则就是那使我们跟基督耶稣联合而得生命的，已经从罪和死的法则下把我们释放出来。我们不再在那个罪还有死的法则之下，而是在圣灵的引领当中，因为认识真理而得到自由。在今天的经文这个加拉太书第3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很严厉的说，加拉太人是无知啊。以现在来讲，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说是好像没有知识，或者是对有些事情不太明白，心里其实不会有羞愧感或是羞耻的感受。然而对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希罗文化，希腊人很怕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无知的。他们很想要在知识上是充盈的，是让人觉得是很有知识的。所以当保罗一开始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在这个希腊文化背景之下孕育出来的这个罗马帝国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种好像被骂，好像有羞耻感的感觉。然而保罗这样说，是因为他深知这一些人他们在基督的福音上面真的有许多无知的地方。他们知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然而保罗在这里问他们，你们受上帝的灵是靠遵行法律，还是借着听信福音呢？他指出，人信耶稣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信耶稣，而是因为上帝赐给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命中行各样神迹，使我们有这样的力量被兴起，可以来听信福音，可以来遵行上帝的心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都说到这信心之父又再次被提起。在这里讲到上帝拣选他，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吗？其实不是，是上帝拣选他，然而他愿意相信上帝的拣选，他愿意相信上帝的应许，即使那时候年纪很大，即使那时候离开故乡，即使那时候他离开了一个在当时可能是比较好的地方，他去到了一个在当时可能是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的地方，然而亚伯拉罕信了，因为上帝叫他去，他相信，他就去了。然后保罗说，所以他蒙福啊，他蒙福不是他做了什么，他确定他有这些条件，有这些资源，有这些能力，而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所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是因着相信上帝，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跟他恢复关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这有罪甚至于会死的人，在他的救恩里面领受那永远的生命。但是在这里可能会有人就有个问题，那过去为什么在犹太人的历史背景当中，他们却是要靠着律法来行呢？其实在今天的引言就说到，法律在那个时候成为我们的监护人，救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不是今天这样明天就完全改变，它是在历史当中因着上帝的恩典的怜悯，他的应许，让相信的人在历史中来经历它。所以加拉太书3章24到25节说，指引我们归向基督，而这法律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因着信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既然现在是信的时代，法律就不再监护我们了。意思就是耶稣他成为了那个代罪羔羊，我们原来
在犯罪的时候是要献祭的，献上那羔羊，献上那个牛，献上就是可以献上的祭物，为的是要赎我们的罪。然而耶稣却为我们献了一次而永远的祭，让我们不再一直去纪念我到底有没有守这个法律，我要守这个律法我才是这样的身份，而是反过来，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愿意活出合宜的身份，我们愿意活出在那圣灵带领当中的界限，在那圣灵带领当中对应许的盼望。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在第3章最后有讲到，这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跟上帝的应许抵触，而是借着法律，好像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监护人，就好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他还不能明白的时候，在时机还没有到的时候，他需要监护人，监护人帮他校正他的脚步，让他有更多对上帝律法中那背后的爱和应许的思考。所以在今天当我们要来默想的时候，世界牧师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法律是永远适用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什么样的法律是永远适用？适用的意思就是说，在各种的种族，在各种的文化，在各种的时代里面，它都是适用的。其实接下来会继续讲到，保罗并不是说我们不守这个过去旧约的律法，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律法的人，而是他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那永远适用的律法是什么。这也给我们一个思考，面对现在世界的这些法律，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现在以台湾来讲，这些法律是可以更改的。然而我们面对可能可以改的法律，或者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法律，我们面对法律的态度是什么？我想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法律的出现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是它让我们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可能是一个明确界限，但负面的可能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法律它设立的目的，甚至我们在遵守这个法律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思考力。有一个老师，他为了让这一群新生他们一进校园开始就能够建立好的关系，所以他自己在这个班级上设立了一个班规，就是每一天学生他进入校园进入班上的时候，他可以选跟老师打招呼的方式，选择 A 就是跟他 Give me five， 选择 B 可能是跟他握手，选择 C 是他愿意让老师拥抱，然后就开始每一个学生要进入到教室之前，当然前提是这个老师他要先到这个教室嘛，所以他付代价，他让这些孩子可以选 A， 可以选 B， 可以选 C， 可以选择跟他 Give me five， 跟他握手或是拥抱。但是有个孩子他很不一样，他说为什么我要选这个，我不喜欢啊。于是他选择跟老师挑眉挤眉弄眼，1天2天3天1个礼拜1个月，哇，经过这个班级的时候都是笑声。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班规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更要问，这班规背后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我们遵守旧约的律法的需要是什么？而如今我们领受耶稣基督在新约完成了这个救恩，他成全了律法，因为他自己就成为那个祭物。
那我们面对到这个新的约，我们知道它背后的心意是什么吗？我想不是要用这些法律来捆绑人，反倒是要我们明白它背后那极深的爱，以及他差遣圣灵，当他升天后差遣圣灵成为我们心中的指教，叫我们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所以当我们面对到不管是合理或不合理的法律，特别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基督徒里面有个更深的，是我们认识圣灵启示的声音，教导我们如何活出在看似不自由当中的自由，在看似有许多黑暗里面的亮光，在看似有很多限制里面的恩典。我想这是基督徒信耶稣永远适用的法律，就是圣灵会亲自来指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爱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生命如何，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生命如何，以至于你为我们量身定做此时此刻我们所需要的法律或是规范，或是环境，或是关系。主，谢谢你，但你并不只是要我们没有思考力的，没有去寻求你心意的，只是单单的透过行为好像来表达我们相信你，而是主耶稣，你要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里面常常来思想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在每一个决定跟那个道路上面所做的选择都能够合你的心意，都能够领受到你所要应许我们的那个美好。对亚伯拉罕来说，或许就是那个后裔，对我们来说，我们也领受了这个信心跟盼望。因着相信你，我们对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从你来的盼望和期待，因为你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得着自由。你说认识真理就得着自由，愿我们更多认识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使你活出圣灵引领的自由。我们明天见。